过去占领台南市青商会会长、电脑工会副理事长，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王定宇服务处副主任林建南，当年协助选民服务，对着政治事务相当熟悉又够有热诚。伫地方上的名声真好，定常被人劝进选议员。伊经过思考，以及甲厝内人沟通了后，这次伊决定要来投入明年台南市第8选区、中西区以及北区市员选举。32天，伊也率先成立服务处，展现实际的决心。这一次在这个大台南合并的第11年那再过2年就是我们这个台南我们这个建成400年。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那我依然在这个地方那更难我自细汉就是伫这个老城区来出世嘛是伫这个北区来成长所以讲我非常认识咱这个土地，咱这个社区所以伫这个大台南合并的这个时间点，以及要台南市要迈向这个400年建成这个较好的日子，所以更难是希望伫这个时阵来投入这道咱明年度。2022年，咱台南市北区、中西区的这个选举希望这个城市更加好，希望和咱市民共同来打造一个幸福的台南、幸福的城市。服务处成立这天，立法委员王定宇、赵天麟、台北市议员阮昭雄、新北市议员何博文拢来到现场，为林建南选议员来赞声。咱的建南兄伊本身做过足侪社团领导者呢，伊做青商会的领导者。嘛做过义消的领导者，伊搁较是电脑工会做过副理事长，即嘛是商务干事。迄代表啥呢？代表就是讲咱工商活动上热烈的这个分区上需要有企业管理的头脑，有社团经营的热情，有服务的精神，这咱建南兄拢有。这种情形搁无安尼伊搁是中兴大学企业管理系的高材生。今仔日包括新营。包括北区、中西区、下部，包括专门区的麻豆，咱东部成立第一批，唔是竞选服务处尔，这是咱4项公道的宣达站，这个站要先成立。了后呢，咱搁会陆续伫每一区成立公道的宣导站。不止这，阮阁会成立宣导团、布地戏团，各地方去宣传。自细汉就伫咧旧城区大汉的林建南，希望透过伊的参选，会当为老城区注入新的风貌，予囡仔一个友善的成长空间，予市民有安全好徛起的环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